礼拜时间已经到，请咱备班心开始今仔日的礼拜，请走噶。恁着试看，就知耶和华是好。我靠伊的人有福气。耶和华圣的百姓，恁着敬畏伊，因为敬畏伊的人无欠缺一项。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三天来吟信息，阿罗上帝，信息31首，天父疼咱世间众人，请起立。Yeah.
咱有人徛咧，用主教示咱的主祷文来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你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日市，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煞只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都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开，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坟场比拉多流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伫尾仔出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神，公道的教会，圣道上好。做赦免，用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启应，今仔日要启应的是启应文22篇，也就是诗篇95篇，记载伫圣诗后面1039面。我来启，请大家来应。来啊，咱来唱歌，阿罗上主。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合地极亲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这声，咱是伊牧养的羊群，是伊照顾的主人。三更后头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天地的主宰，向通充满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拣选阮成做主的囝儿，互阮的性命丰盛，有个愿望，有福气，伫圣殿中实体来礼拜。阮亲知主的疼永远存在，永远伫地。时刻只是咱应当所行的路。总是生活中不时有恶担当的事，无法度忍受的悲伤，主拢是无看轻一切，会当伫基督中。加倍赐咱力量甲喜乐。外口的世界吵吵闹闹，但是无论阮伫倒位，透过基督，心内永远有平安。感谢主的安排，伫生活中有济济试验，济济工课，互阮会当伫生活中明白家己的软弱，会当明白软弱了后，会当更新谦卑来学习，来调整。甲人做伙来做代志的时阵，袂会当记得，会当三听三款待。暑假内面就要来临，也表示教会内底有足侪青少年、细囝，因的学生会到一个无相款的环境，一个新的开始。望遮个青少年、遮个生命，无论飞到偌远，无论去啥物所在，也是阮的会友当中有工课会当做调整的，若风吹共款，无论飞到偌远偌悬，轻条主真理的线，永无甲主相离。南门教会今年是70周年的庆祝，但是这70年来上好的时刻就是逐时逐刻，所以这。刷落来，教会嘛有济济活动来宣扬主的福音，有儿童的夏令营，7月8号的福音的音乐会，嘛有青少年团契、少年团契甲青年团契伊的生活营，甲济济活动。望主会当有上好的安排，想使阮有智慧，会当啥物代志拢会当大家合作，准备甲上好。嘛，透过这个活动，济济生命会当伫中来受造就，因为有福音的生命，才会更加丰实，得到祝福。嘛，
恳求主会当亲手医治、安慰身体欠安，也是丧失亲人的悲伤。因为阮知天父疼咱世间众人，特别是敬畏主的人，无欠缺一项。安尼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煞只学乐，今仔日第礼拜中学乐的是雅音合唱团，伊要唱的学乐的诗歌是《我有主的疼》。感谢雅友合唱团足水的声，我有主的疼，大家拢有主的疼，拍拼向前行。
共读圣经，今仔日要共读的是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约翰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我来读，请大家来看。第3日，伫加利利的迦纳有婚姻的宴请，耶稣的老母伫遐，耶稣甲伊的学生也互伊请去赴宴请。酒用了，耶稣的老母就对伊讲：“因无酒啦。”耶稣甲因讲：“老母啊，我甲你甚物干涉？我的时也未到。”伊的老母甲遮的找用的人讲：“凡那伊甲恁讲的，恁着惊伊。照犹太人洗清气的例，伫遐有摆6个石暗，大家会堆伫2-3桶水。”耶稣甲找用的人讲：“用水互伊满暗，着互伊满到暗口。”佮甲因讲：“担着养伊，芳互将你缘投的人，就芳互伊。水变做酒，将你缘投的人试啉伊，毋知对倒落来。独独养水的找用知，将你缘投的人就叫神囝婿来，甲因讲。人拢是大声摆好酒，到人啉多多，才用较厝的。独独你留好酒到即粒。这个头一摆的深夜，耶稣行伫加利利的迦纳，来显出伊的荣光，伊的学生就信伊。这个事以后，伊甲伊的老母、甲兄弟以及伊的学生落去加槟农，踮遐无几日。圣经读到遮。望主听受听伊的话，佮行伊的话的人，接落来讲道进前，杨牧师有补充。我来介绍咱今日讲员吼，吴淑珍老师。一年前我接到学校的通知，我这名来遮尔熟安尼。吴淑珍会比淑珍啦吼，咱以前还佫一个吴淑珍吼。今仔日咱无啥看到伊啦吼，伊伫咱教会1年久，大概咱拢拜托伊伫青少年团契甲主日咯，所以今仔日是最后一礼拜伫咱教会。照长老教会，伊今年毕业了，两三礼拜前毕业了，明仔载爱去新地圣经学院，伫遐团队委员会会抽签，派因到地方的教会去做团队。即马因为吴老师伊是原住民吼，原住民所以伊爱转去伊家己的区会所以伊会转去鲁凯总会吼，鲁凯总会的万山教会。头先我小可甲查者，伫屏东啦吼，伫屏东的万山教会。后摆恁若去茂林国家森林吼，咱来万山教会来找吴老师吼。吴老师伊是中学的老教员伊伫上帝好调下面了后才去读新人院读今年伫台省毕业安尼因为伊是原住民，所以伊今仔日的讲道要用华语来讲无你讲母语也可以啦你会晓卢凯的母语，互阮听看卖一下安尼是甲无你至少甲阮教一句大家平安要安怎讲？沙巴哦，这么平安的沙巴。咱下面的时间就请吴老师来跟咱分享今日信息。大家平安。沙宝。在华人的社会文化里，在生日的宴席，无论是年长者还是孩子，都会受到满满的祝福。过春节时，人们也会送上祝福的话。在婚礼上，如教会近期举行婚礼，在婚礼上，宾客也把最美的祝福送给结婚的新人。今天迦拿婚宴上的祝福，是记载主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水变酒，是上帝恩典临到一个娶亲的家庭，难处随时得到解决。旧约圣经记载，摩西所行的第一件神迹是水变血，
是上帝对埃及地的审判。为什么呢？因为法老的心刚硬，有更大的灾难临到了法老和他的百姓。新约圣经4福音书，其中约翰福音是唯一记载水变酒的神迹，它是上帝的祝福，而水变血是上帝的刑罚。想必我们都喜欢得恩典，谁也不愿意得刑罚、受刑罚。我们先来想想，这迦拿新人在婚宴中的蒙福，这祝福得满足的根源是从何而来？今日经文约翰福音2章2节说，耶稣被邀请去这婚宴。邀请这字的意思是发出与对方连结的讯息。新郎在预备举行婚礼的时候，诚恳地邀请耶稣和他的门徒，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在那里。如此看来，办喜事的东家对耶稣和他的家人是尊重与有热情。耶稣赴宴就表明，耶稣不是一个煞风景的人，耶稣愿意与喜乐的人同乐，所以耶稣应邀来参加了，这是这一家的福气。他们邀请主耶稣到家中一同庆贺，而当喜酒上无酒会通啉的时阵，没酒可喝的时候，结果是喜家蒙上帝赐福，主为他们的供应者，顺利度过难关，并有那上好的酒绰绰有余，使新郎和宾客一同在宴席上乐上加乐，得到满足。新郎邀请耶稣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这个木匠的儿子耶稣会成为他们得祝福的关键人物，因为在当时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很少的。耶稣才刚出来传道不久，他的门徒彼得、安德烈、腓利、拿但业跟随耶稣也只有几天的时间。此外，在这之前，耶稣从来没有行过一件神迹。约翰福音在这里记载，水变为酒，是耶稣公开他侍奉事工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喜家原意有礼貌邀请耶稣来参加婚礼，和他们一同欢乐。除了附近的邻里和村民会成群道贺，新人双方亲友们也会不辞辛劳，从老远的地方来参加。期间，男方家得必须负担婚宴中财务上的责任。当然，每一位新郎，包括在座有经验的，都是希望自己的婚礼和婚宴办得隆重，有纪念的意义，并且顺利的进行。这位新郎官还特别请了一位总管宴席的人，目的就是在婚宴的全程能安排妥当，一切都平安顺利。但是当婚宴喜酒进行一半，酒用尽了，没酒会通啉啊！那场面使新郎何等尴尬难堪啊！因为酒在犹太人宴席文化是非常重要的，犹太人是喝酒的，但是不醉酒。酒用尽了，这样的社交事务不仅是代表喜事东家的怠慢，更会成为家族村落的羞辱，有时可能导致女方家庭终止婚礼，甚至要求赔偿。事情还会成为人们流传多年的话柄笑话。的确，缺酒是件让喜事主人家丢脸的事情。犹太人有一句谚语，话是这样说：没有酒就没有欢乐。宴席中没有酒了，怎么办呢？耶稣就在现场，解决了难处，将水变为酒。主耶稣使新郎经历了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一场及时雨是真实的见证。由于新郎邀请了耶稣，当他们遇见这样的困境时，经历了主耶稣的扭转，经历了主耶稣丰满荣耀的同在，犹如大卫当年被扫罗王追杀的经历一样。诗篇23篇，大卫称颂神说：耶和华
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的福杯满溢。今日的经文，我们清楚地看见、明白，使新郎可以如此顺利度过难关的，不是他的总管宴席，而是一个客人，一个看起来就普通很普通的客人。耶稣是耶稣后来处理了酒用尽的困境，耶稣使新郎的酒杯满溢，耶稣是新郎蒙福的源头，是耶稣为他们带来新的喜乐。这位新郎官不知道耶稣有多大的能力，但是由于他邀请了耶稣，所以他得着最大最大的祝福。建议教会组内年轻未婚的会友们，当你们结婚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向主祷告，邀请主耶稣参加你们的婚礼。有主同在的婚宴，就得着满足的喜乐。说到婚礼，传统以色列的婚宴举行会花2周的时间，至少7天。所以一般的婚礼，男方主人家都会准备7天分量以上的酒。在这7天的欢喜快乐日子里，尚有酒用尽了的难处。我们人一生中总会有多少的憾事或意外发生，就像迦拿的婚宴一样。婚宴的主人费尽心思安排每一个细节，信心100倍，但终究未必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迦拿的字义就是芦苇丛生之处，象征着人生的脆弱性。旧约以赛亚书42章3节，新约马太福音11章7节，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出来如花，但转眼间便凋谢矣。我们的人生也如迦拿婚宴，宴席上酒用尽了，就说明世人福乐的不圆满。先是好酒，继而斥资，最后是用尽了。人在青春期年轻力富，容貌俊美，真是如好酒。人到中年，一切渐渐地衰退，经历仕途艰难，自觉人生乏味，这是次酒。最后到了晚年，却如酒用尽了。了解耶稣将水变为酒的神迹记号，会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那丰满的恩典，他荣耀的属性，让我们属基督信仰的群体知道主耶稣是一位恩典的主，恩典的主，恩典的上帝。他会在我们遇到意外时及时帮助我们。当意外发生，我们束手无策的时候，有人帮助我们解决问题，那真是一种恩典。在人生旅途中几十年的日子，谁敢保证一切都风平浪静，没有意外发生呢？我们都曾经遇过，对吧？在未来的日子，也将再遇见多次酒用尽了的场合，谁也不知道会遭遇怎样的境况。好比人际之间的冷淡，或方法用尽了，或关系用尽了，或爱用尽了。我们是否愿意邀请主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个时刻里？教会组内姐妹弟兄，我们生活中的每件事，假若没有主耶稣在场，我们将失去真正蒙福的源头。当问题来到，我们总是想找人帮忙解决，例如车子坏了，要找车厂师傅；身体健康出了问题，要找医生解决；头发乱了，会约理发师整理等等。人碰到问题很希望解决，但是千万别找错人。约翰福音2章3节提到，他们没有酒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来找耶稣。如果是你我在迦拿婚宴的现场碰到没有酒这件事，那时没有 Uber Eats， 没有小七，没有 OK， 没有全家便利店，不知道你会怎么办？你会不会像玛利亚一样，凭着爱心、信心，直接去求耶稣帮忙解决难题呢？为什么玛利亚把没有酒这件事告诉耶稣，而不去告诉管宴席的人呢？
如果是摆酒菜的桌子坏了，椅子坏了，找耶稣也许还比较合理，因为耶稣是木匠的儿子，他本身也是能工巧匠，他可以很快把坏的桌子椅子修理好，对吧？在迦南的婚宴中，新郎家没有酒可以供应了，玛利亚知道这窘境将对新郎造成多么大的耻辱伤害。虽然玛利亚她不知道耶稣会怎么做，耶稣会在什么时候做，以什么方式做，但是她知道耶稣不是一个普通人，她知道耶稣的身份和能力，找耶稣有办法。所以玛利亚她做了一件事，把问题带到主耶稣面前，让主耶稣来解决，让人的尽头成为上帝的起头。敬爱主内兄弟姐妹，什么是蒙福的人？并不是你我拥有多大的能力，有多好的本领，而是我们懂得把难处、把事情带到主耶稣面前，把主权交给他，让上帝为我们行大事，让上帝的时候到了。当上帝的时候到了，神迹奇事就会发生在你身上。玛利亚她毕竟是童女生子，抚养耶稣长大，她也是与耶稣相处过最久的人。玛利亚对主耶稣有属灵的认识，她影响了她身边的人，特别是当时婚宴场上的佣人。玛利亚深信耶稣一定会帮助新郎解决酒用尽了的难题，因此他对佣人说：耶稣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佣人受玛利亚的影响，也没有质疑耶稣，也没有用自己的办法用自己的判断，他们就单单的照着玛利亚所叮嘱的，顺服主耶稣的命令，就去打水了。佣人们也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要他们去打水，而且工作还挺辛苦的。然而他们也没有抱怨耶稣的方法有问题就不去做，他们倒是辛苦地打满了一缸又一缸的水，直到满了6口10缸，最后还顺服主耶稣的命令，把水舀出去。尽管佣人们知道宴会上要的是酒而不是水，他们在做一件可能会被宴席总管责骂的事，但是他们仍听命主耶稣的吩咐去行。这就是生命影响了生命。我们常听说这么一句话：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与什么样的人接触，久而久之就会像什么样的人。耶稣说：倒进去又摇出来，这个一倒一摇，淡水就变成美酒了。诗篇33篇9节，上帝的话是上帝的话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佣人完全听从主耶稣说的话，又照着去做，神迹就出现了。由于玛利亚和这些佣人们单单顺服主基督，他们没有想别的法子，他们只相信耶稣有办法，他们就经历到主耶稣有办法的见证。上帝的恩典就是这样，会好的让人忍不住惊呼。路加福音9章35节，上帝向世人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选的，你们要听。启示录13章9节，我们只要是有耳朵的，就应当听主耶稣的话。但是在现今这个世界，充满各种人的声音，特别是互联网的时代，各式各样的大小平台传播着各种各样令人难以分辨真假的讯息。我们究竟要听谁的？谁的话最有权威？以往人们凡事都听长者先进或老前辈的经验之谈，而现代年轻人的意见呼声越来越大，不容忽视。在教会中要听谁的？在家庭中要听谁的？
也是个严重的问题。想必这个笑话，弟兄姊妹有些弟兄姊妹听过啊。一对新婚夫妇为这个问题而商议两全之计。丈夫说：“以后家庭中的大事听我的，小事听你的。”妻子说：“可以啊，但是有一个条件，决定事情是大是小，则要听我的。”据说啊，从此这个家庭从没有发生任何大事。敬爱主内弟兄姐妹，你我想不想要蒙福呢？上帝比我们更聪明，更有办法，所以我们也当像一个智慧人一样，放下自己的聪明，而单单的信靠耶稣基督。箴言3章5到6节说：“你要专心依靠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行的路上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看到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水变酒，有2个目的。第一个就是显出上帝的荣耀，第二个就是建立了信徒的信心。当我们也邀请主耶稣来进入我们的生命里，我们把难题交给他，完全顺服他的时候，主耶稣会在最恰当的时间、最合适的办法帮助你我度过难关，神迹就会在我们身上彰显，上帝荣耀的大能也会彰显出来，我们的信心就会增长，以致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影响到别人的生命。凡喝过那水变酒的人都同意那天晚上总管宴席，拍案叫绝地说：“好酒！不仅如此，还是不尽的好酒。”因着耶稣，普通的水变成了上好的酒。因着主耶稣，我们这些卑微的罪人，却在他的代赎成为了上帝的儿女，是得享进天国宴席的资格。水酒提供了一个宴会的欢乐，耶稣基督的血和水提供了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邀请主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里，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并相信他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在人生的旅途上，无论将会遇到多少次酒用尽了的场合，在主耶稣面前，让他成为你我的祝福。主耶稣能在人的缺乏中显出他的丰富，在人遇到问题走投无路时显出他的能力，而他所刻画的痕迹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印记。得着耶稣基督，无味的人生会变成有味的，生命就是新的，有活泼喜乐。今天主耶稣正向我们发出邀请，他站在门外叩门，他应许凡听到他的声音而开门的，他就要进去，我们和他一同坐席，和他亲密地共享一顿属灵的飨宴。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的恩，你的爱，你是我们的上帝，在凡事上引导我们。你是荣耀的主，你精心设计我们的每一个脚步，每一个时光。我们赞叹你奇妙的作为，也谦卑地寻求你的面，使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有一颗受指教的心灵，从主施恩的宝座所领受的生命的粮，在我们心中能够产生果效的道理。求主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位姐妹弟兄，一个关头一个关头的度过。主圣灵，求你建立我们成为一群不同的人，在生活上分别为圣，在世的生活为主发光作盐，荣神一人。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三角音信息来回应上帝，
信息303首，主，我要学乐你，请起立。请奉献，请石伯刚执事、倪正雅执事来书献。起立吟奉献的诗歌。请坐。报告，欢迎大家来实体礼拜。今仔日就感谢台湾神学院的学生吴淑珍老师的2场的讲道。8月他也要受派当传道，我们要祝福他哈，谢谢吴老师。第2点因为
疫情的关系，我们就在那个赖的群组啊，也当方便日后的安排哈。我们现在有一个统一的 QR code， 请大家看周报内底哈。这个 QR code 以后哈有教会的讯息都会用这个 QR code， 也不会让大家在就这个群组内底哈受到就这个搅扰安尼。好，那第3点呢，我们设到70周年有一个特别的音乐会啊。这个音乐会呢，也时间请大家准备哦哈，7月8号。拜6的暗时，然后顶礼拜牧师嘛有报告，停车拢免烦恼，为下晡3点开始，会当停到10点吼，所以大家邀亲戚朋友厝边做伙来食一个饭，啊7点就开始哦吼，爱注意哦，7点就开始。迄天整个影音设备吼，绝对互大家印象深刻，请大家别担心啊。整个音乐会呢，有信歌队、敬拜团、歌舞青少年的那个弦乐团啊，还有那个很多的分享和见证，真正欢迎大家做伙来安尼。啊，算继续有一个就是7月到9月行事历已经拢安排好啊，周报内底嘛有啊，请大家有事项的爱留意自己的时间，若是时间无法度配合哦，尽量是家己当调整了后，再到办公室来报告。第5点呢，配合我们7月8号这个音乐，也希望去面就侪社区的人、细囝还是家长做伙来，所以我们在前面3天哈，7月5号到7号有3天，我们有举办那个暑期的夏令营啊，现在报名哈还可以继续哦哈啊，复赛的暑假就侪，然后我们也就侪礼拜底下训练。真的很值得让大家和亲戚，还是讲厝边遐有年纪从大班到小6，会当配合的尽量来报名参加安尼。好，嘛多谢大家在内底准备，就这人就是动起来，这种感觉真正就好诶。好，刷落伫团契的消息，就是夫妇团契后主日7月2号第2场礼拜了有一个例会啊，邀请詹勋敏技术要来专题演讲，伊的题目是房地合一税对于继承赠与转移哈，请大家做伙来参加，踊跃的出席。那刷落来就是就唔甘的吼，四无孙娘的妈妈叶琼芝长老，伫6月13号蒙主文调，永年93岁啊，伊的火化甲安葬礼拜伫6月20号甲21号拢已经圆满完成啊。那请大家为四无孙娘的悲伤祈祷，嘛安慰遗族的的唔甘。刷落来大岛的事项有3项，为着气候，大家都知道这个气候变化就很大啊，有世界平安，还有混混交交的这两性的问题，啊有接下来的暑假有夏令营啊，大家暑假拢会当有主的保守，一切拢会当就顺利啊。刷落来，牧师有爱补充。沙巴，那无沙巴。沙巴啊，沙巴，你来欢迎一下啊！大家平安哈啊！其实伊讲遐短吼，应该可以用母语为头讲到尾，咱听看卖啊。卢凯的母语哈啊，卢凯现在多少人？只有13000人哈啊，在屏东，咱特别为着他将来的服事哈。来带导啊！我先代表教会来欢迎今日在咱中间的哈。最近台湾有很多友邦派很多代表团来台湾访问哈，就我们今天美国也派了3位代表哈我们从东部的地区代表李怡莹小姐，你伫巴尔的摩还是伫迄个菲拉德菲亚？巴尔的摩还是东部的代表了哈足欢喜这前以前大学时代看到这阵欢迎你倒转来第二个咱来中部的代表为 Texas 来林成斌先生阿斌也是30几年没见到 Texas 足欢喜30几年以后通见面。然后西部的代表是我以前美国教会会友秦印秦印伫后壁遐秦运啦
伊的名真好听了哈，秦韵哈，秦韵啊，他大概后天就回美国了哈。我们大家各有需要有哪一个国家代表吗？现在各位人要其他国家代表，哎，咱欢迎遮礼拜三咱大家老咧啊做伙交陪。他说已经有报告，咱7月8号那个大的这个音乐会，请大家一定要热烈的参与。咱剩2礼拜邀请哈，我大家来参加。啊，今仔日啊青少契哈会长哈啊这义恩要代表青少契来谢谢啊这1年来对他们辅导的啊吴淑珍老师哈啊来请义恩来上他们的卡片还有他们的纪念品哈。谢谢吴老师哈。那我们青少契下一次的那个生活营就会办到万山教会，到屏东的万山教会了哈。谢谢。上营529首，伫我救主荣光面前，请起立。但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彼别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安慰祝福因带，甲今年新人的毕业生，还到福音的工场，每一个上帝你的工人，以及愿正大家三合一的对这事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闭会。